福强教会50几年，咱伫旧年就想出这个主题啦，吼，叫做富强50，向神奔驰，吼。啊，我咧想讲，这个华语真好读啦，吼。啊，台语毋知要安怎读安尼吼。啊，我想是讲上紧的，就是讲富强50，五子跑走安尼，吼。啊，咱做来念一句，富强50，五子跑走，大声来念好无？预备来，富强50，五子跑走，富强50，向神奔驰。这是咱一个主题。啊，这个毋是话口号，是要互咱照这个主题精神，大家互相勉励，互咱五子来跑走。伫这个50周年的中间，领受更较大的祝福，享受到上帝更较大的恩典。也看见上帝更较大美好的使命，所以我也要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用圣经的话来三甲学习甲勉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份参与伫50几年开始的圣工，这是上帝你奇妙的听，阮要感谢甲学乐。主啊，阮为着50几年，做的事工活动有做做的准备。讨论甲研拟，甲阮已经进入到50年，阮要安怎互伊实现出来？会当拼这平平拢得到造就，正教会也因为阮的喜庆，做伙享受到上帝的听，看见上帝你的恩典。我要用你的话来三甲印证这个标语所互阮的目标、望，甲阮努力的方向。愿你，互阮有对你来费力、精神、能力、温素，通服侍你，通成就主你的应允。伫你面前，阮三个分享，愿你圣神来启发阮所学习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有几项的就任式吼，所以牧师只敢要用这个主题，用圣经的话来做一个分享甲印证。也希望以后，咱伫咱的主日的中间，会当更较侪时间来甲遮个精神，甲咱教会所要行的方向，对圣经，互咱三甲来学习更较侪哈。等下经文，咱会搁来复习啦吼。伫即个事奉的中间，咱看见咱即个富强50，到底向神奔驰，还是讲五子跑走，到底是甚物款的意义？互咱大家一个清楚的学习吼。富强50要行志，这个意义50几年什么意思呢？咱若是搁回顾头前咱所读过利未记25章的10第10节，这个50几年的宣告是安怎讲？讲恁就是甲50年分别出来，全体的徛居民子民宣布，这年是自由年，是喜年。意思，喜年就是自由年的意思。自由就是透放，自由就是重新得到快乐，一个重新的望，重新的起步。伊另外这则经节内底佫有一句伊是咧针对当时以色列百姓，讲安怎伫个国内安怎做，才有50几年的精神呢？伊讲伫即年所卖了的产业，爱归还伫原主，也是原主的后代，从前受卖做奴仆的，爱得到偷放，等于家己的家。对伫以色列精神来讲，因等于是讲50年到，等于一切拢归零，决定开始啊。所以咱真正拍拼的，上帝要较侪恩互咱，所以卖搁行，这奴才搁甲偷放，讲50几年是恁的喜年。因为今日这个时代已经毋是早前迄个农牧的时代，但是迄个精神还阁伫咧，就是咱要安怎甲原来咱的产业，甲咱原来的所有拍拼得到的，毋是伫迄个所在咧享受，是咱要阁重新一个新的开始。所以50几年的标语讲富强50，向神奔驰，也是五子跑走。咱就想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咱用电台台语有写有讲到这个讲兄弟姊妹，我无想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咧后面的事，
拍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奖赏，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叫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这两则经节有真要紧的一个提醒，讲第一，我无抓做家己已经得到，意思是你无留伫原地，袂去咧后面的事，拍拼头前的事。当这个话，互咱什么款？第50几年什么款的提醒呢？就是承先启后，竭力追求。咱来先接头前的产业，咱启发后面的，要极力来追求。第一，袂记你背后什么意思？毋是甲过去历史拢甲拍无去，毋是自满，就讲阮逐项拢足好逐项拢得到啊。顶日牧师有接到咱中会寄来寄来迄个手册就是咱拜四，即个拜四咱中会要开会啦。中会要开会时，拢会发一本手册，迄本手册内底有记录讲，咱中会内79间的教会咱中会内有79间的教会伊照你旧年咱的出席礼拜出席的人数，照你旧年收入的经常费的数字伫迄个所在，甲你评迄个点数。点数是讲，若较侪的人，就点数较侪嘛。一点看咱明年中会呢偌侪钱的开销预算，一点几箍，你若是几百点，就几百箍乘以几百点安尼。我甲看，实是咱感谢主啦咱的出席人数。全中会79间，咱第2名。咱的收入嘛是第4名。其中感谢主，这是其中有一间叫做天桥教会，较早拢是排前一2名，但是天桥教会因的体制较特别啦。因即嘛有等于一间变做2间，一间叫做鸿运，一间叫做天桥鸿运是家己自我管理属于中会叫做天桥。所以伊的聚会人数就降落来，收入嘛降落来，安尼。这个毋是讲咱福阳教会有啥物款才调，咱若比较咱历史上久的，就是咱算是无会啦。太平间教会因已经160年啊呢，今年61啦，161咱才50，是后壁，咱是后壁的学生啦，后壁的后辈就对。但是主无甲咱放杀。咱嘛无家己感觉讲自卑，是因为咱知影上帝互咱的恩典，所以咱用主互咱的开力，大家来努力。所以咱伫即个50几年是要做甚物工课，就亲像拄则圣经内面所互咱即个50几年的即个精神，就是你原来所得到的，你毋通想讲我已经有我已经得到家己安尼人讲孤芳自赏。你着爱无自满，毋是甲伊历史甲伊拍无去。咱有真侪水上帝历史甲恩典，互咱咱就爱安怎？袂记你背后的意思是归零的心态，甲过去的成就当作是感恩，毋是停落来讲有逐项拢有因为这毋是咱庆祝50几年的目的，所以有人讲毋是倒伫迄个公路铺顶阮咧困啦，安尼自我陶醉，是因为讲你上帝互你遮个恩典，你要安怎加倍来拍拼努力，互主会开力加倍伫咱中间。所以即则圣经节，腓立比书，伊讲爱努力面前的就是咱这是国语的啦好学本。若是台语的是讲拍拼追求头前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咱的奔驰就是拍拼，奔驰努力是啥物事？就亲像伊即个话对希腊文来是讲古早时代，咱知影所有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始的精神，就是对希腊来，因为希腊因迄个时阵
有2种运动是足出名，一种运动就是走马拉松，就是持续力足悬、足强吼，走40几公里。啊，另外一个出名的运动就是迄个摔跤，摔跤，伫遐训练迄个肌肉安尼吼。所以咱若看到希腊因足够迄个雕塑吼，因的雕像拢是运动员咧跑走的时阵吼，因身躯头前，迄个肌肉拢结定起来，全力冲刺。这就是奔驰的意思。奔驰就是讲用尽全力啦吼，无咧哩啦啦，甲清清彩彩。希腊的运动就是安尼吼，迄肌肉结实足密，就奋力来住来跑走。那搁一个主题是讲着标杆吼，着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就是神的意思啦。向神就是着标杆。所以你跑走一定要有方向。咱这是足简单的道理吼，咱拢知影讲，你要努力，你要先一个方向行。若无吼，遐侪方向你走加了力的吼。你会记咱捌早看一个短片吼。讲小朋友咧举办咧比赛吼，迄运动场咧比赛，咧接棒吼，大家走啊欢喜甲吼，无想讲下一个要接棒的人举着迄个接棒，伊搁走倒转去啦。伊想讲我举着搁倒转去，人是头前走，伊搁走你后壁去。你若方向若毋对，可能就是加了工的吼。咱教会迈向未来的50年啦，咱目标毋是讲为着咱搁起一个较大间的。缀袂落啊，佫起一个较大间的，是讲人数要加到偌济？咱拄仔讲咱富强教会已经是全中会第2名的出色的人数，但是这个毋是咱追求的目标，是讲这个人数甲礼拜堂大细经是上帝要予你的，咱毋是目标，咱的目标是啥物？就是圣经所互咱讲，主耶稣基督吊咱的手。圣经白话字圣经是讲，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吊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命。当咱做伙追求迄个画命，逐个人拢做伙领受的时阵，你就无迄个礼拜堂大细间的问题啊，你就无迄个人数济少的问题，因为逐个拢要得到迄个上宝贵对耶稣基督吊咱的赏，迄个画命的赏，逐个拢得到啊。你人数自然就会增加，你的礼拜堂自然就会更较大，毋是迄个做目标，是咱主做目标。但兄弟姊妹，以赛亚49章31节，佫甲咱讲：独独我靠耶和华要得到新的规律，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限。意思是走无野，行无限。毋是人的硬力甲体力啦，伊是甲咱讲我靠耶和华。所以50几年，除了一个主来跑走的努力以外，你爱知影讲，迄个跑走的力是对倒位来？重新得到规律，亲像鹰鸟天势。兄弟姊妹，咱足侪人对咱家己富强教会这个名感觉真有意思，定定提出来讲。真正的富强。是伫属灵的意义顶面啦，吼！当然有个人会讲，哇，恁教会拢富国强吼，听起来有点咧甲咱安尼亏就对啦，吼！总是咱拢真知影，富国强毋是世俗的，毋是物质的，毋是外面的表面的，富是就是丰盛的生命，强是属灵的规律。这两个若咱富强教会抓无着，咱庆祝50几年就加庆祝的啊，吼！你有属灵的画面，爱更新、丰盛，然后阁有属灵的规律，通跑走。所以这个强，兄弟姊妹，咱爱去找到一个足清楚的意思，就是毋是靠人的血气啦，靠人的血气，是透过听候耶和华所得到的属天的规律。咱兄弟姊妹足侪有时听到咱这同工咧做见证，包括。去年6月，咱的蔡牧师来咱中间做见证，伊嘛真清楚讲到一项：若要用财力，要用人的迄个
背景开力，咱福强教会当时是差人太多啊。但是白白有个教会，老早就讲要起礼拜堂，吼，啊，用人的开力，也是讲迄个同心合意的力无够，到即阵还未起好。但咱教会已经献堂10几档啊，迄阵咱的经费都无偌济咧，上家去想象讲，咱要总经费差不多要1亿的钱，佫无对外募款，这就是迄个强吼。伫外表来看，人无看你真正偌强啦。但是因为咱知影，咱要听候的是耶和华，迄个强的力是对属灵的开力来，对属天的开力所来。所以走也无也，行无先，什么意思呢？咱嘛知影，50年吼，若对咱人的生命来讲，吼，正如牧师嘛已经是50超过啊吼，啊，我印象真深，一般咱人的寿命，也是讲咱人的即个体能吼，到40开始，事实就是慢慢在退啊，吼，慢慢对，迄个肉在退啊，啊，迄个高峰已经过啊，所以50几年是成熟的年纪，但是有时嘛是容易进入到较亚仙吼，也是感觉讲已经舒适啊，舒适圈啊，应该拍拼拢拍拼了啊吼，会当安尼好好过日子啊。咱台湾吼有一款一种流行就是讲我财富自由啦吼，我吼提早退休啦。我开始要游山玩水啦，安尼吼，看起来是足欣赏的，但足侪人退休了吼，佚佗足野的，到我人生我好像无设目标，就搁重新拍拼，有的是第2次创业，若无就重新搁去找新的工课，什么意思呢？你无伫迄个所在感觉放任去，所以奔驰用主来泡澡，无亚线，请会记哩。迄个气力毋在你人多啦，也是讲你个少年家20、30，伊的秘诀就是像鹰鸟共款，会当对着圣神的风来飞翔。咱嘛真知影讲，咱只鹰鸟吼，鹰鸟咧飞，你甲注意看，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色，无像迄个赤鸟安尼失业甲拢袂停吼。是咱看到迄影片内底蜂鸟啊，蜂鸟伊会sit咧飞吼，毋是1秒毋知飞几摆。伊鹰鸟就是安尼，sit 天要开，伊毋免靠伊身躯的力，伊鹰鸟一只遐大只，你若敢若压落去到地哦，迄个骨甲力都无够啊。伊是甲sit 天甲开，然后互迄个气流甲伊撑起来，伊就乘风翱翔就对啦。咱人类会当发明飞机，事实就是对鸟只因的造型对无？因甲空气的关系来得到的灵感嘛。所以亲像鹰鸟体式飞悬，是你若失天开，迄个气流往上升的时阵，迄个飞鸟就愈悬。鹰鸟对观顶目睭真大，看到下面什么款的动物、小动物，伊拢有法通看到，甚至咧掠鱼啊吼。咱看到影片，迄实是足精准的。伊对空中啊降落来了，插入去水内，甲一尾鱼掠起来。迄实是，互咱感觉讲哇，上帝创造的这个动物飞禽走兽，咱遐尼啊奇妙。请会记哩，鹰鸟是乘着气流而生。若是对信仰来讲，咱是对着圣神的气流。所以咱伫50几年。有影，咱做足侪的装备，做足侪的训练，但是咱爱会迄个求圣神伫咱中间。咱只有甲亲像鹰鸟甲失天后开，天后开的意思就是完全毋是靠家己的，毋是靠家己，是我靠主圣神的开力。所以咱用40章的31节来，这经节来对咱家己来勉励。福阳教会伫未来50年。咱搁较倚靠圣神的开力，伫宣教、去做事工，会当搁较轻省，就是讲，毋是人的开力甲计划，有较侪圣神的同在甲能力。所以，咱赢这50几年，
咱就是大家同心吼，五子泡澡。五子泡澡什么？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主题的分享。咱小等下要有长老、执事，搁首长，搁有咱的即个带导团队的车派。第一，咱是领受即个使命为主来往前来行。咱50几年已经，即个庆典委员会已经成立2冬外吼。前年年尾就开始啊，咱有要推动5项教会建设复兴的讨论。这5项若要讲较简单，就是讲，咱教会伫这50年来，通过这5项事工，真做咱真好的帮助。所以咱要伫这5项的事工顶面，搁较大的研讨，搁较大的学习谦卑，就正教的兄弟三甲来讨论同学习。所以搁有足侪项的灵修庆典来操练咱家己，来分享给正教会。这资料咱拢搭伫咱1楼的看板啦，吼。牧师只是甲带过，这个是咱有要做5项的研讨会，咱要招正教会三甲来学习。咱有印出遮尔水的即个 DM 吼，是咱兄弟咱摕即份放来1年久，拢会当使用着，会当知影讲咱教会要做啥物。咱头一个后礼拜就要第一个研讨，就是咱要做来思考讲，长老教会的复兴的条件，搁关键，搁伊的契机是啥物？咱要招正教会兄弟中心做来学习。咱除了这5项的主要的研讨会以外，咱教会有遮尔多的活动要进行啦吼。简单咱大过就好，咱让详细看咱教会这 DM 来参考。咱有小组长的退休会，咱有祈祷的书的出版，咱有耶稣生平的一个教材要出版，咱有50几年的纪念的文集甲历史吼，要来进行吼，要来展示。咱伫咱的周年庆，就是要用8月初9。今年的8月初9，请大家把日子记条咧吼。迄日吼唔通办什物佚佗活动，要去外口，唔通迄天讲要娶新妇啦吼。迄天吼特别都爱参加咱教会庆典吼，教会庆典。然后呢，咱要迄3天对拜5、8月初7，就要请台北一位少年的真出名的牧师，叫做刘子俊牧师，要来甲咱做培灵会，连续3天拜5暗、拜6，搁礼拜再去。这是咱周年庆的时间。下晡咧，咱要去到文化中心吼，来举办咱即个50几年的庆典，感恩礼拜。中间的主轴就是圣歌队已经对旧年开始咧训练啦。咱邀请一位金希文教授，就是足出名的作曲家，专工为着咱50几年写一本规本的诗篇65篇的歌词做基础，所做的新的曲。这个曲拢还毋捌发表过，咱要伫迄天圣歌队来演唱，来献上感恩，咱教会要伫遐做庆典，庆典煞咱迄暗，大家有哪甲时间留咧，也准备爱报名就对啦吼。咱要伫迄暗差不多5点半到6点，伫隔壁文化中心隔壁的中营酒店伫遐做伙来主餐大聚餐，感恩主餐吼。咱那迄个中营的上大的空间，甲内当60桌，600个，所以咱大家准备好吼，开始要报名，然后迄天招满吼，咱家己来闹热，咱家己做伙欢喜，做伙庆典，全教会庆典。咱还阁有下半年吼，庆祝典了，咱阁有一个全教会运动会，11月2日，就是咱感恩节迄天，进前的拜6吼。兄弟姊妹，这拢是咱所要努力的目标。一年来所有的工，咱的筹备这委员大家拢已经开会，搁再开会，研讨，搁再研讨。嘛有设计足多像咱的 logo 啦、影片啦，是咱这侪迄个纪念品吼。兄弟姊妹，目的毋是讲咱一年，毋是干那迄天要庆祝，是一年拢要定定去感受着上帝恩典。
第二个努力就是咱教会50几年啊，咱要搁重新强调讲，咱的教会的即个新时代建造的意向，就是咱讲的咱教会的使命宣言啦。啊，这拢咧印伫周报内底，咱富强教会要正做一个五主目标来拍拼，咱即5项的目的努力，大家搁继续。咱追求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条约。咱追求富强教会是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咱追求富强教会是一个热心传福音、见证主恩典的教会。咱富强教会是一个欢喜受造就、受栽培，咱认真读经、灵修，参加代祷团队，一个灵命丰盛的教会。咱富强教会，佫是50几年了，毋是停起来，毋是见好就收，是咱要佫加上新的一代的门徒培育，互新的一代真侪领袖。最后一个努力是承先启后，容神益人。啊，这个话就是讲，咱家学习讲，富强50，向神奔驰，这是上联呐，上联。啊，咱大春联是正平一联嘛，啊倒平一联。啊，你向神奔驰一个口号啊，你爱做出来啊。啊，所以咱用这个下联来对就对了。咱讲承先启后，容神益人。我有一个感觉吼，这个感觉就是讲，咱爱加强。咱原来就应该知，也是讲本来就应该，就是家庭堡垒的稳定。一个教会要勇壮，家庭若离落啦，家庭若无健全，迄是缘木求鱼就对啦。所以咱会晓通积极培育新的世代。咱伫去年下半年，咱有推动中心温度属灵敬虔的8步吼，啊中间一部分就是灵命操练，另外一个就是讲鼓励咱。建立一个家庭蒙恩的价值。啊，其中更较大的体会是讲，咱就是爱追求上帝互咱家庭吼，特别少年的家庭，爱欢喜领受上帝所赏赐的产业。生养众多，毋是一个口号。咱真期待咱教会兄弟姊妹吼，啊，看见遮尔多可爱小朋友伫咱教会安尼走来走去啊，虽然吼。有时爱足够吵嘛，袂要紧，因为这是一间教会活命的象征吼，活力的象征。所以咱毋茫下当伫50几年中间，热去追求家庭蒙福、蒙恩甲造就。咱的教会伫即个爱上陪伴的事工顶面，咱搁咧推动什么婚姻的健康呢？关来婚姻。咱毋茫讲，互即个美好的婚姻能得到成长，啊，搁较注重儿少事工吼。啊，讲到儿少事工是因为吼，咱最近咱虽然庆祝2026年，好像咱台湾感觉讲 GDP 哦，感觉成长了，真水真好，啊，股票一直咧起，但是已经一个足严重的，就是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咱去年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啊，同一年台湾出生的人数比头一年。前一年减2万人，有咧预料讲今年的出生人数更较降，就是讲过往去的人，下边出世的人更较侪啊。啊，有人迄个咱行政院吼咧统计，讲45年后啊，45年后，咱足侪人拢无伫咧啊吼。2070年的时阵，台湾减800万人，迄个原毋对是800万，什么意思啊？2300万减到剩1500万，迄会惊人对毋对？无囡仔，无少年家，这也你教会起较大间都无人啊。啊，所以到伫迄个时阵讲，一个少年爱饲一个老的，咱即嘛是毋是讲已经到即个坎站啊呢？较早是5、6个囝吼，啊，请用算讲抚养父母，安尼就算真亏得真无简单啊！即马到迄个时阵，你一个少年带饲一个老的，一人派一个包袱啊，这是咱迄个时代所拄着的。所以，咱除了政府在努力啦，努力讲到底要咱较补助较侪，讲生一个几万块，但是迄个观念或迄个环境若无
重新恢复，可能咱少子化是愈来愈严重。啊，有的国家提出解放啦，讲啊无规矩对外国移民啦。咱台湾无讲人越济啊，毋过无移民哦，无少年人呢，哇，用移民呢，啊无用企业的移民呢，啊无是对外配，哇，一大堆的研究拢研究无法的。啊，这是咱教会所面临的目标，迄个挑战。最后是，咱要会晓即人造就少年时代的门徒，通带领咱教会迎接上帝迄个新的应允甲命定。啊，这是咱无做袂使，毋是讲敢要做啦，敢应该做是无做，啊，等于咱教会都要面对上严峻的挑战。兄弟姊妹，互相50象神奔驰，毋是这静态的，是咱大家拢爱打起精神就对啦，勇敢壮大，向前来跑走。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开始咱要进行下面的就任式。愿主赐福伫遮所要就任的同工，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奉你的名来祝福，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要迎接50彼年，向主来跑走。愿你互阮抓着方向，知影靠人的气力是无够额，阮要倚靠圣神的气力，通互主你伫阮身上所交代的工，阮无漏交，阮无拍软，阮也无伫迄个所在疏忽。主啊！阮下面有长老、执事、团队首长以及小组长，还佫有阮大岛团队的车派。愿主你带领，互阮通过即个仪式，更较建立上帝你所互阮属灵的气力。有新的同工做伙努力，做伙去做。伫你面前，阮安尼感谢、恳求甲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好，咱一面来吟诗，一面来准备吼。咱